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神的国度在地显现》，我是常一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，掌握了各种各样的知识。然而，人的道德水准却没有因此得到提升，精神世界也越来越虚空了。为了填补人类精神世界的虚空，各种邪恶潮流层出不穷，导致人丧失了道德底线，人性泯灭，失去良知。职场恶性竞争，朋友之间互相坑害利用，亲人之间冷漠疏离，夫妻之间互相背叛，等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随之产生。面对这些问题，人都感觉孤独、无助与绝望，陷在爱恨情仇的漩涡里难以自拔。有的人选择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报复对方，有的人选择吸毒、酗酒等方式来麻醉自己，有的人选择放纵肉体情欲来发泄怨恨，有的人为了得到解脱，选择用极端的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。有的人想选择原谅，放下仇恨，却被仇恨深深地缠绕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，人生走入绝境。人该如何摆脱这些困境？怎样才能从这些痛苦中走出来，得到解脱？这些问题成了当今社会人人面临的难题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”从主的话中，我们看到，人之所以陷在各种痛苦之中无法自拔，根源就是因为人失去了从神来的真理的供应。主的话还告诉我们，只有真理才能将我们从罪中解救出来，获得真正的释放自由。人只有得着了真理，才能解决生活当中面临的各类问题，不再陷在其中被各种痛苦捆绑，人生有了方向和希望，内心不再充满孤独、无助和绝望。今天我们报道的教会生活中，就有一班基督徒，他们听到了真理的圣灵发声，得着了从神来的源源不断的真理供应，从曾经遭到的伤害、背叛与痛苦之中走了出来，心灵里得着了真正的释放自由，迎来了新的人生，开始了有真理供应伴随的新生活。以下是来自现场的实况报道。Buenos días, soy Víctor。早上好，我是维克多。我们现在位于马德里的全能神教会。教会位于马德里郊外，周围是大自然的环境，可以呼吸到新鲜草木的气息，欣赏鸟儿的飞翔。来自西班牙各地的弟兄姊妹，比如马德里、巴塞罗那、毕尔巴鄂、巴利亚多利德、塞戈维亚，今天聚集在这里进行面对面的聚会，以表达并分享神赐给他们生命中的祝福，让我们与他们一同体验神赐予我们生命的那份释放和自由。西班牙当地时间10月12日上午，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陆续来到聚会现场，他们互相问候，热情拥抱，彼此表达着心中的激动和喜悦。Hola, muy buenas tardes, hermanos y hermanas. Pues muchísimas gracias por 大家下午好，弟兄姊妹们，非常感谢你们今天下午来到这里，一同在全能神的家中享受这次线下聚会。我先做个自我介绍，我是克里斯蒂安弟兄。大家好，我是珍妮乌尔比纳，来自洪都拉斯。我们一起唱歌跳舞，一起做见证。我们再次一同吃喝神的话语，希望大家都能享受在神面前这个如此美好的时刻。谢谢。今
基督徒首先献上了赞美神的舞蹈，基督的国度已出现。赞美神的舞蹈结束后，基督徒的心都安静了下来，向神祷告。Oh Dios Todopoderoso， 全能的神啊，我们感谢你的预备，感谢你拣选我们这些人，使我们今天能够接受你的福音。我祈求你带领这次聚会，使每个人都能从今天的聚会中得到造就。阿们。接下来，安德烈斯弟兄将为我们现场朗诵，请上台，弟兄。在神的审判刑罚中看见神的显现，然而正是这个隐藏在人中间的普普通通的人，在做着拯救我们的新工作。他不向我们表白什么，也不向我们道明来意，只是按着他的计划步骤做着他要做的工作。他的发声说话越来越频繁，从安慰、劝勉、提醒、警示到责备、管教，从口气温柔祥和到言辞激烈威严，无不让人备受怜悯，又心惊胆战。他的说话无不击中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的秘密，他的说话刺痛了我们的心，刺痛了我们的灵，让我们无地自容，也让我们羞愧难当。我们开始怀疑，这个人心里的那位神是否真的爱我们？他到底要做什么？或许受过这些苦，我们才能被提。我们在心里盘算着，我们从他的身上享受着源源不断的活水供应。我们借着他过着神与人面对面的生活。我们只感谢天上的主耶稣的恩待，却从来就不理睬这个带着神性的普通之人的感受。他依旧卑微隐藏在肉身中做着工作，发表着心声，似乎感受不到人类对他的弃绝，似乎他会永远饶恕人的幼小无知，永远宽容人对他的无理态度。他开辟了新时代、新纪元，带来了新天新地、新做工，给我们带来了希望，结束了我们渺茫中度日的生活，让我们全人彻彻底底地看到了蒙拯救的路。他征服了我们全人，得着了我们的心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的心有了知觉，我们的灵似乎也复苏了。这个普通的人，这个小小的人，这个生活在我们中间，被我们弃绝了许久的人，不正是我们朝思夜想、日夜盼望的主耶稣吗？是他，就是他，他就是我们的神，他就是真理、道路、生命。他让我们重生，让我们看见光明，让我们的心不再流浪。我们回到了神的家中，我们回到了神的宝座前，我们与神面对面，看见了神的容颜，看见了前方的道路。
Gloria a Dios。基督徒读完神的话之后，开始自由地分享认识。在神的话语里，我们可以看到神极大的谦卑。神有能力，但他却道成肉身，降卑为人，不止一次，而是2次。正是这平凡普通的肉身，带领我们走上了蒙拯救的道路。对人类来说，最困难的就是认识那位成为肉身的神。神道成肉身，成为一个普通的人，这正是神的智慧。因为神的羊能听出他的声音，他们不在意神的外表是什么样的，他们是通过神的神性来认识神的。神性主要是怎样显明的呢？是通过他的话语和他的做工。因为神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因此只有他能发表真理，只有他能完成拯救人类的工作。这正是一个真正寻求真理的人所要关注的。阿门，阿门。神的这部工作，起初我并不太明白，我有许多疑惑，甚至想亲眼见到神，就像见到当年行走在人中间的主耶稣一样。但后来我明白了，道成了肉身，而道就是他的话。我们现在正处在话语时代，神发表真理是为要洁净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洁。只有接受并实行他的话语，这样人类才能蒙拯救。过去我自己也有观念，我以为只要信主耶稣就能得救，就已经有资格进入神的国了。但我以前从未真正省察自己的败坏，从未看到自己对神的悖逆。事实上，我仍然有败坏，对神还没有忠心。在这条道路上，我仍然在努力顺服神的话。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，不能用自己的观念去定规神的做工。这是我所明白的。阿门。好的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，揭示了神的显现的含义，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。因为现在神再次回来了，是以普通正常的人性出现，这不符合人的观念。举个例子，当我听到神显现的消息时，我心里有疑惑，有拒绝。第一次听到这些话时，我无法接受，我甚至花了1-2个月才稍微明白一点真理，才完全相信这确实是神的显现。道成肉身最显明人，因为我们不能接受一个看似没有大能的神，不能接受一个外表看上去是普通正常的人做我们的神。我们习惯于那位大能的、看不见摸不着的神，那位赐福给人应许的神。我自己也是这样，总希望神赐给我祝福，因为我有好的行为，我需要工作，我需要他医治我的家人，我的孩子。但是在读了他的话之后，渐渐的我开始恢复了良心。我们必须知道撒旦是怎样败坏我们的，他用什么来败坏我们，而这一切真理是谁能揭示的？只有神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能借着他的真理看见他的显现。基督徒分享了他们对神显现做工的理解和认识。虽然神道成肉身，以普通正常的人性显现，但他能发表真理，能带领人走上蒙拯救的路，那他就是神自己。现场基督徒合唱了一首赞美神的诗歌，他们用真挚的歌声来诉说着内心的感动，歌声中洋溢着他们对神深深的感激与依恋。基督徒艾丽20多年前经历了婚姻的破裂，独自抚养7个孩子，
长期经历着孤独和痛苦，内心对前夫充满了怨恨。尽管他长期坚持读经、聚会、听道，但这些怨恨反而因着生活的艰辛越来越强烈。2020年瘟疫来袭，艾丽被封锁在家中，不能去教堂。之后，她和朋友在网上找到了全能神教会，开始吃喝全能神发表的话语。我当时不能理解，但因为我熟悉圣经，有些部分我很快就明白了。不过也有一些地方让我觉得不好理解，特别是那些讲到败坏性情的内容。我以前在去过的所有教堂里，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谈过败坏性情，牧师也没有讲过。但是当我读到全能神的话时，里面讲了很多关于人类败坏的事。我心想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随着不断吃喝神的话语，艾丽开始对照神的话反省自己，逐步认识到自己的败坏性情。有一天，我开始反省自己，我是一个离婚的女人，对我的前夫充满恨意，我常常因此睡不着觉。我有7个孩子，是一个大家庭，我觉得自己被利用、被伤害。我的前夫另组家庭，我心里对他充满了怨恨。我对他说，我会恨你一辈子。但当我读到全能神的话揭示人的败坏性情时，我知道在这个世上我错了。我读一下让我的败坏性情有所改变的那部分神的话。全能神说，不管在什么事上，一旦产生了败坏的心思意念，流露出败坏性情，这都不是小事。如果不寻求真理解决，这些败坏就没法得洁净。如果能理性地寻求真理，根据神的话来分辨败坏流露的根源，就容易解决败坏性情的问题了。你越会回到灵里等候寻求，就越容易找到相应的神话来分辨问题的实质。这样你的败坏流露就越来越少，你就能够顺服神了，就不会再凭着观念想象说话做事了，你的人性就越来越正常。真心信神的人都能接受真理，都愿意往真理上够，都喜欢活出正常人的样式。这就必须得在真理上下功夫，必须得常常读神的话，多多读神的话，把神的话吃到心里，达到明白真理。你的心得时时刻刻安静下来，临到事不急躁，不偏执，不激进，不做作，不伪装，达到做事有理智，这才是正常人性该有的表现。艾丽从神的话中终于明白了，她对前夫的怨恨，她的痛苦其实是败坏性情导致的。艾丽开始更多的读神的话，注重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，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追求活出正常人的样式，终于放下了对前夫的怨恨，内心得到释放自由。在经过反思之后，我学会了原谅我的前夫，他也原谅了我。现在我们相处得很和睦，这一切都是神话语带领的结果。我感谢神。如果不是神的话，我真的不会改变。我多年来一直在读圣经，却没有解决我的问题。我一点点地认识到自己里面有自私、骄傲、自大，还有仇恨，而所有这些我都是通过神的话才有点改变的。神让我明白并反省认识到自己的败坏真相。我也明白了，得救并不只是靠罪得赦免，我们必须明白真理，实行神的话，败坏性情得洁净，才能被神称许，最终进入天国。阿们。基督徒玛利亚·约瑟是一名天主教宗教教师，他
他曾不顾辛劳地在多个小学里任职，只为了把神的话分享给孩子们。这是他幸福的来源，他认定这是主的托付。但因长期过度劳累，导致健康受损，不得不提前退休，这让他十分难过，感觉神离弃他了，内心空虚。在这30年中，尽管困难重重，我仍然感到幸福，因为我能把圣经中的话语分享给孩子们，而孩子们又会带回家与家人分享，那种满足感来自神。退休后，我待在家里有点迷失，好像神隐藏了起来。我就说，好吧，神啊，就这样吧，我的生命已经结束了，我再也不能教书了，关于你的一切也都结束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每天都会和我母亲一起去做弥撒，也去忏悔，但我感到一股冷淡，一种疏远，我已经不再感受到那种力量。正当玛利亚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时，她在网上看到了全能神的话语，并参加线上团契。起初，她对全能神的话并不太理解，但她感觉这是神的心意，于是虚心考察，坚持读神的话，参加聚会。终于有一天，她认出了神的声音。就在那时，我开始意识到，神以前向我隐藏了一部分真理，而现在他又重新向我显现。于是我确定了，全能神就是主耶稣的再来。可不就是同一位吗？你看啊，说话的方式一样，表达的方式也一样，只是所发表的性情不同。但我认出来了，我说，这就是我的神。那一刻我感到非常快乐。慢慢的，我感觉到我现在在这里很幸福，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我说，神的计划真是完美，所以我现在真的感到快乐满足。以前我看不见神，感到压抑迷茫，但如今我找到了神，真的找到了，也找到了你们。玛利亚因着存有一颗谦卑寻求的心，最终认出了神的声音，迎接到了主的重归，如今享受着有神同在的平安和喜乐。基督徒克里斯蒂安也分享了他的经历。我接受全能神的做工时，我的人生正处在一片黑暗之中。在那之前，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我有2个孩子，还有我的伴侣。我的整个世界就是工作，让孩子们拥有他们需要的一切，也照顾好我的伴侣。那就是我的世界，让他们拥有需要的一切。这也是我追求和想要的生活。我每天工作将近14到15个小时，只有星期天才休息，没有任何精力去陪伴我的孩子和伴侣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地过着这样的生活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和伴侣之间开始出现问题。后来，我终于听说他真的背叛了我，但我不愿意相信这件事，于是我开始活在焦虑中。就是说，我再也无法信任他。他一出门，我脑子里就全是这件事，整天想着这些，什么也做不了。我没法专心工作，也无法专心去给孩子们需要的爱和关心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对神说：“神啊，如果你不让我亲眼看到，我真的无法接受这件事。我想亲眼看见真相。”直到那天，一件永远忘不了的事发生了。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，圣诞节，12月24日。当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时，看见他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。那一刻，我彻底崩溃了，我无法忍受，整个人陷入了极度的绝望和抑郁之中。
因为我真的太爱他了，我不想放弃，也不想接受这样的事实。那段关系是我花了14、15年建立起来的，我付出了那么多心血，不想就这样结束。我甚至还想原谅他的背叛，只是为了孩子们，也不想让家庭破裂。从那时起，我再也无法平静地生活了。我整天活在焦虑和担忧之中，内心充满痛苦，怎么也找不到安慰。我开始去教堂忏悔，想找人倾诉我的痛苦，可是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安慰和支持。克里斯蒂安亲眼目睹妻子的背叛，内心蒙受了巨大的痛苦。他试图原谅妻子，挽回婚姻，却难以做到。他只能通过抽烟、喝酒等方式来麻痹自己，但痛苦丝毫未减。他向朋友、神父、家人寻找帮助，但没有人理解他、安慰他。孤单痛苦中，甚至都不想活下去。绝望中，他只能向神呼求。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拒绝，像是被所有人都推开了。我找不到任何依靠，也没有人能理解我的痛苦。为了给自己一点安慰，我开始去寻找别的方式来麻痹自己，但那些世上的东西并不能让我心里得到满足。后来我又开始抽烟，用这种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痛苦。那些东西已经无法再填满我内心的空虚，我感到非常孤单，心始终得不到平静。我对他说过，如果我能原谅你，我就原谅。但其实我心里依然对他怀有怨恨，也不断责备自己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哪里不好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难道是我不够好吗？我每天都在这样的自责里折磨自己，一遍又一遍地祷告，求神让我能真正原谅他。可是我们之间的信任已经彻底消失了。尽管他表现出一时的悔意，但那只是表面的、短暂的。可以这么说，那时我已经被生活完全压得喘不过气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我连工作也出了问题，和父母的关系也变得很糟。我父母不愿意接纳我，不想让我回去。我感到孤单，真的很孤单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开始向神祷告。我清楚地记得我对耶稣基督说，我需要帮助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走出来，我感到孤单，觉得自己不能再活下去了。我需要你的帮助，因为撒旦正在占据我。那就是我所做的一切。第3天，我手机上收到了一条信息，上面写着，你想学习神的话语吗？哇，那就像一束光，我意识到我的祷告被垂听了。后来他才知道，这是来自全能神的主宰安排。克里斯蒂安开始参加线上团契，学习全能神的话语，渐渐明白了一些真理，痛苦的人生终于迎来了希望。当我开始稍微明白一点真理时，我发现自己仍然对我孩子的母亲心怀怨恨，我对她感到恨，这仍然是折磨我内心的东西。于是我把我一切的问题都告诉了教会的姊妹，她给我发来了神的话语，我开始认真的阅读，正是神的话开启了我。因为在明白这些真理之后，我放下了对他的怨恨，才真正能够从那片痛苦的海洋中得到安息。那时我终于有能力对他说，我原谅你，我不再感到怨恨，也终于放下了那一直压在我胸口的重担。
全能神的话说，第6是摧残身心。撒旦摧残人的什么呀？撒旦摧残人的心灵，让你无力抗拒，就是让你的心一点一点不由自主的就倒向他了。他天天灌输你这些东西，天天用这些思想文化去影响你、熏陶你，让你的意志一点一点就被摧垮了。你再也不想做好人了，你再也不想站住你所谓的正义了。不知不觉，你就没有逆流而上的毅力了，而是顺流而下了。摧残就是把人折磨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然后他就借机吞吃。撒旦败坏人的这些手段当中的每一样，都让人无力反抗，任何一样都能置人于死地。就是说，撒旦做的任何一样事，采用的任何一种手段，都能让你堕落，都能让你被撒旦控制，都能让你陷在罪恶的泥潭里。这是撒旦败坏人的手段。读完这些话后，我感到完全震撼，同时也豁然开朗，因为这里解释了撒旦是如何让人彻底堕落的。他首先做的就是摧残你的心灵，攻击你的良心，让你不由自主地去犯罪，然后开始享受罪中之乐。于是我明白了妻子她为什么会那样做，我明白了问题的根源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撒旦的败坏所导致的。从那时起，随着我不断聆听更多神的话语，我感到心中有某种生命的力量被重新唤醒。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感到如此积极，如此有生命力。就这样，15天后，我戒掉了酒。又过了15天，我戒掉了香烟。然后我开始专注于神的话，开始不停地读神的话，看视频，因为我明白了真理，也渴望更深入地认识它。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内心发生了什么变化，我感到自己完全活了过来。在我的人生中，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。克里斯蒂安从神的话中明白了，人类的痛苦都是撒旦造成的。正是因为撒旦引诱人、攻击人、摧残人的心灵，人才不断地犯罪，活在罪的捆绑中无法自拔。然后我又读了一些全能神的话，我明白了如何能够胜过撒旦的攻击。这涉及到属灵的征战，而唯一能战胜他的办法就是装备真理。因为当你有了真理，你就有分辨了，能看透撒旦试探你、攻击你的诡计。例如，这也让我明白约伯身上发生的事。约伯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，却遭遇了那些灾难，失去了一切，所有的财产，他的所有孩子都死了，他一无所有，身上长满了疮。想想看他经历的一切，他本可以陷入抑郁，本可以对神说，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些？他的妻子甚至让他去死，叫他不要再敬拜神。然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约伯是一个义人，不该遭受这些，会认为约伯所经历的确实是不公的。但约伯很清楚，这一切都来自于神。虽然他不知道撒旦曾到神面前去控告他，撒旦对神说，他敬拜你是因为你赐福给他，使他手中所做的都顺利，让他富有。难道你把一切都夺去后，他还会敬拜你？把他的一切都拿走，我看他是否还继续敬拜你。请注意，什么是属灵的征战？然后约伯做出了一个有力的见证，最终约伯战胜了撒旦，成为了一个自由的人，完全活在真理之中。因此经上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
真理使人从那些压迫、抑郁、痛苦中得到释放，使人脱离一切真正引诱人犯罪和抵挡神的东西，傲慢、谎言、欺骗、虚伪、自私等。就是这样，我开始一点点认识这些真理，并且明白是真理滋养了我的心，我再也不愿意离开它。克里斯蒂安从约伯的经历中明白，人临到的每一件事背后都有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撒旦会攻击人，让人远离神，抵挡神，活在罪中。只有装备真理，得着真理，才能有胜罪的能力，战胜撒旦，才能摆脱撒旦的捆绑，得以释放。那时我明白了，真理对人类是多么有益，它能让人度过各种困境。如今离婚率那么高，世上的欺骗、谎言和虚伪越来越多，这些其实都是撒旦造成的。而真理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能给你指出一条准确的实行路途，让你能胜过这些，这样的人就不会再跌倒。真理才是战胜这一切的力量。如今任何可能触犯神性情的事，至少我都会有良心的谴责。我也明白了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困境，我真的明白那是一种祝福，是神为我预备的道路。我没有怨恨，相反，我感谢神以这样的方式开启了我。而今天我能被神拣选，在这里分享我的经历，这是神的拯救和高台。阿们。谢谢弟兄，阿们。克里斯蒂安弟兄的见证真是太精彩了。我想我自己也经历过和他类似的事情。我可以说，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在人生中经历过艰难又痛苦的时刻。有时候就像克里斯蒂安弟兄所说的那样，我们会去找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，因为我们的心生病了，我们的身体也跟着生病了。我们希望那些专业人士能把我们从那种极度痛苦的深渊里拉出来，但是并没有什么药，也没有那种立刻见效的疗法能让我们从那个深渊中脱身。我认为只有神能帮助我们，对吧？听了这些真实的经历见证，基督徒都感受到了神的拯救太实际了。只有真理才能将人从撒旦的苦害中拯救出来，人才能得着释放和自由。基督徒合唱了一首诗歌，若不是神拯救我，表达了他们对神的感恩和赞美。Si Dios no me hubiera salvado, aún iría a la deriva por el mundo, caminando con dolor en el pecado, sin esperanza cada día y desolado. Si Dios no me hubiera salvado, aún seguiría bajo los pies del diablo, atrapado en el pecado y sus placeres, ignorando cómo sería mi vida. Dios Todopoderoso es quien me salva, son sus palabras las que me purifican。聚会结束之后，基督徒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Hola, buenas tardes, hermana Edith。你好，下午好，爱丽丝姊妹。你觉得今天线下聚会分享的内容，哪一部分最触动你的心？说实话，所有环节我都很喜欢，但最吸引我注意的，或者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见证，因为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全能神的做工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在我们的家庭中，在弟兄姊妹之间所带来的变化。
虽然我们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，需要更多的认识真理，但这些见证帮助我们明白，每个人都会经历困难的环境。如果我们依靠神，如果我们依靠全能神发表的真理，没有什么困难，没有什么问题是我们不能承担或克服的。阿门。Simplemente hacer unas preguntas. Esta tarde 何塞·曼努埃尔弟兄，下午好。今天的线下聚会中，你有什么感受或收获想与我们分享吗？我真的很开心今天能在这里。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，彼此鼓励，吃喝分享神的话。对我来说，每一次聚会都像是一剂良药，帮助我坚定、进步、成长。我曾经彻底迷失了方向，如果不是全能神带领我进入他的教会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。当时我的人生已经跌到谷底。我明白，神的心意是要除去我身上堕落的败坏性情，让我得着真理，重新变化成新人。西班牙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在神话语源源不断的浇灌供应下，得着了一些真理，有了战胜撒旦最有力的武器，找到了不再被撒旦捆绑残害的路途，越来越有信心和力量。他们内心踏实亮堂，自由释放，活在了光明中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关注新时代，关注基督徒丰富多彩的教会生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